就是要让消费者清楚知影讲，这个肉是为倒位来。食药署嘛正式来公告咯，打来线装的猪肉、牛肉，所有的包装食品以及餐厅、小食档、夜市啊等等的场所，拢爱伫个菜单或者是徛牌来标示猪肉的产地。这个新制度明年的元旦开始来实施，无标示者罚300万，标示无实在者罚400万。 卖场美食街从明年1月1号起，如果有贩售猪肉相关品项，就得在菜单上标出猪肉的原产地，或者是有立牌让民众辨别。那我们会配合政府要求相关的资讯，那我们会贴在资讯看板或者是公告在上面。 虽然业者还未收到通知公文，不过食药署公告讲，包括各形态这餐厅、小食店伫菜单，这个字体袂使比4米较细字，这个牌爱2公分，无标示会使罚3万到300万，若写无实在，上济会使罚400万。因为不是说美猪会有瘦肉精的问题嘛，所以还是希望知道我们吃下肚子的是什么东西。要不然你标志不清楚，你那个瘦肉，有时候人家不知道说这边猪是从哪里来的啊。你要产地要是哪里的产地啊？就像台湾还是美国还是哪里的猪？ 有大卖场业者早伫个熟食区就写猪肉产地，未来有关猪肉、羊肉、牛肉，这个线装也是包好的食品，包装顶面拢爱写是倒一国的肉，也就无共款会使开罚单。美国猪肉要进口，消费者会烦恼，希望讲有新的规定，政府嘛爱好好去开站。